由新营青商会来找无同的店家做伙来向北台南家福中心来捐赠物资。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家庭拢受到影响。除了大人无法度正常上下班以外，加上小朋友听课无学校的营养午餐，实在是增加真侪弱势家庭的负担。我们今天大约有11家的店家，就是赞助这次的活动。那为什么要做这次的捐赠呢？其实因为就像我们家福中心这边讲的，我们这次是停课不停学。那其实呢，很多家福的孩子，他们以前中午可能有营养午餐，他们就可以顺便有剩下来就可以打包回家当晚餐吃。那现在因为许多的父母没有收入了，因为经济的状况，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也导致小朋友没有营养午餐可以继续支应，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发起这次的活动，来帮助我们现在在家庭里面这些自学的孩子们，然后也让这些的家庭，然后他们有比较充裕的物资，然后可以来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会长表示，为着要减少受到疫情影响的弱势家庭的压力，所以特别邀请新营地区在地店家做伙来响应活动。麻烦了，如果捐伤这实体食物的话，惊可能会因为食不了，颠倒是更较歹去。所以特别邀请用送餐券的方式来补助弱势家庭。那也谢谢很多的社会团体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协助啦那我想这段期间是辛苦难熬的，但是也很谢谢很多的单位，那包括今天的青商会他们推动了这样的一个在地美食的一个餐点的一个捐赠，而且又非常贴心用餐券的方式让家庭看他什么时间是比较需要的，就在那个时间去领取。那我想代表家福的家庭跟孩子跟所有捐赠者说声谢谢。主任表示，有部分的弱势家庭会和高中高职以上的囡仔用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帮忙增加家庭的收入，但是在疫情的期间嘛是受到真严重的影响，大家在厝里的时间变长，造成水电费用的负担嘛做伙提悬。非常感谢这摆新营青商会的捐赠，嘛因此来减轻真侪家庭的负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